邊個會估到李家鼎喺81歲呢個本應該嘆世界養老嘅年紀，竟然俾親生大仔逼到鏡頭前老淚流流。呢段片喺網上傳到街知巷聞，畫面入面嘅鼎爺眼紅紅，把聲震震，完全唔係觀眾記憶入面嗰個喺電視劇入面氣勢凌人嘅硬淨漢形象。一個喺演藝圈打滾超過50年嘅老行尊，一個曾經喺武行入面真刀真槍搏命搏返嚟嘅人，到咗晚年卻要喺公眾面前承認自己俾屋企人逼，呢件事本身就已經話晒問題有幾嚴重。鼎爺嘅前妻思明喺2022年因病過身，原本以為喪妻之痛已經夠佢頂，點知真正嘅風波喺思明走咗之後先至正式爆發。而隨住事件最新發展，一個一直躲喺陰影入面嘅關鍵人物，終於被推到風口浪尖。大仔李永漢嘅老婆，鼎爺嘅大新抱 Connie 最配肉。成場風波入面，李永漢係嗰個公開出面講嘢、接受傳媒訪問、指控細佬嘅人，但越嚟越多證據指向 Connie 先至係成件事嘅策劃者同推手。佢喺李永漢背後提供策略、整理素材、控制輿論方向，甚至喺關鍵時刻親自出面同鼎爺對話。如果冇佢嘅參與，李永漢根本就唔具備獨立策劃呢一連串行動嘅能力。如果話李永漢係衝喺前面噴火嘅龍，咁 Connie 就係背後遞火把、設機關，甚至親自導演咗一場錄音羅生門嘅幕後操盤手。鼎爺曾經用一句江湖狠話評價佢：人無3尺高，肚裏3把刀。呢句說話喺以前只係長輩對晚輩嘅一句批評，但喺錄音事件曝光之後，所有人都覺得呢句說話精準到恐怖。Connie 唔係嗰種會正面衝突嘅人，佢習慣喺人哋睇唔到嘅地方布局，等到時機成熟先一次性拋晒所有證據出嚟，等對手完全冇反應時間。呢場風波嘅導火線係一段指向細仔李永豪軟禁老豆、侵吞財產嘅錄音。李永漢喺2024年公開多段音頻，內容係鼎爺同李永豪兩公婆嘅對話片段。佢指控細佬態度惡劣，限制老豆自由，對老豆不敬。呢啲錄音一出街，李永豪立刻俾網民貼上不孝標籤，外界幾乎一面倒咁鬧佢。李永漢仲喺訪問入面聲稱自己已經多年冇辦法探老豆，全部都係細佬喺中間阻住。不過李永豪好快就反擊，攞出完整未剪輯版錄音，徹底揭穿抹黑。完整版錄音顯示，李永豪當時係喺度勸老豆唔好再俾錢大哥，因為鼎爺已經多次被大仔以各種理由索取金錢。李永豪擔心老豆嘅養老錢被掏空，語氣先會顯得咁焦急。呢啲喺剪輯版入面被完全刪除嘅上下文，一旦還原，成件事嘅性質就完全反轉咗。李永漢唔係俾細佬擋喺門外嘅可憐人。佢先至係嗰個不斷向老豆伸手要錢，被拒絕之後就轉頭攻擊細佬嘅人。而呢一切嘅源頭，要追溯到舊年6月，一場由 Connie 親自導演嘅整手機圈套。鼎爺以前用安卓手機，舊年因為舊機壞咗換咗 iPhone， 但81歲老人家根本玩唔轉蘋果系統，唔夠2個月就死機。Connie 趁李永豪兩公婆出門返工，主動話：老爺，我幫你整啦，順理成章咁攞走手機，自此一去不返。佢當時嘅講法係攞去維修店檢查，但事實上佢從來都冇將手機送去任何維修店，佢自己將手機留低，花咗幾日時間將入面嘅對話全部導出，然後開始進行剪輯工作。佢冇去維修店，而係非法獲取咗鼎爺同李永豪兩公婆嘅私下對話，將長段對話惡意剪輯，將李永豪因為勸老豆唔好再俾錢大哥，語氣焦急嘅片段單獨拎出嚟，塑造成對老豆不敬嘅假象。李永漢手上嗰啲錄音，正正就係咁嚟嘅。根據李永豪嘅講法， Connie 喺攞走手機期間，已經將所有對佢唔利嘅片段全部摘出，然後交俾李永漢使用。
呢啲錄音嘅取得方式本身就存在嚴重嘅法律問題。一個81歲嘅老人家喺唔知情嘅情況下被偷取通訊記錄，呢個喺香港法律框架下已經觸犯咗私隱條例。李永豪直話，一切源於老豆誤入咗大家所設計嘅圈套，利用老人家對科技產品嘅唔熟悉，喺背後搞惡意剪輯，佢嘅心機之深令人背脊發涼。佢事後回憶，當時 Connie 攞走手機之後話只需要1-2日就能整好，結果一拖就係好幾個星期，期間鼎爺多次追問 Connie 都以各種理由搪塞，直到李永豪兩公婆發現唔露，先至將手機要返。但嗰陣時該被複製嘅內容已經全部被複製晒啦。Connie 喺2016年嫁入李家之前，曾經做過江華嘅助手，喺社交平台分享《尋秦記》幕後花絮，俾外界營造感性、優雅嘅形象。佢成日喺網上發佈同李家相關嘅溫馨相片，標籤全部都係好新抱、好太太，俾人一種賢惠顧家嘅感覺。但正如鼎爺所講，佢好滑頭，硬嘅唔得就嚟軟嘅。面對唔同嘅人，佢有唔同嘅面孔，喺鼎爺面前裝順從，喺李永豪面前裝無辜，喺外面又裝受害者。思明出殯嗰日，全場哀傷， Connie 全程神情輕鬆，嘴角甚至帶住微笑，引發瘋狂質疑。有現場影到嘅相片顯示，佢喺靈堂入面嘅表情同周圍悲痛嘅家人格格不入。呢個畫面喺網上引起極大反彈。就喺大家覺得佢冷血嘅時候，火化儀式完咗之後，佢突然情緒崩潰，喊到梨花帶雨。呢種極致嘅情緒轉換，喺李家父子睇嚟，不過係應付輿論嘅表演。佢哋認為 Connie 係先觀察咗周圍有冇人喺度影，確認有鏡頭對準佢之後先開始喊。之前嘅微笑先至係佢嘅真實狀態。更令人嬲爆嘅係佢對長輩精確到骨子裏嘅利益算計。思明過世前10日，奶奶仲喺醫院生死未卜。Connie 被目擊喺 Chanel 用心行街買嘢，當時思明已經喺醫院陷入昏迷狀態。Connie 唔單止冇守喺病房，反而出現喺高檔商場購買奢侈品。奶奶先走咗唔耐，佢竟然喺二手網站變賣思明生前嘅醫療床，嗰張床係鼎爺啱啱花咗萬幾蚊換嘅新床。呢張醫療床係鼎爺特別為思明買嘅，因為思明晚年行動唔方便，需要專用床具。點知思明先過身， Connie 就將張床掛上網出售，完全冇問過鼎爺嘅意見。最激到拆天嘅係鼎爺踢爆，大仔兩公婆喺思明已經離世嘅情況下，依然以需要醫療費為由向佢要錢。錢一到手，先至輕飄飄通知思明已經走啦。鼎爺嬲到彈起，呢邊係報喪，分明就係騙局。根據鼎爺嘅講法，佢喺思明過世當日仲收到李永漢嘅信息要求轉賬，話係醫院需要繳費，佢二話不說就轉咗過去。點知幾個鐘之後，先至被告知思明已經喺當日朝早過身，即係話嗰筆錢根本唔係用喺醫療上，而係被佢哋喺思明死咗之後繼續佔用。李永漢之所以可以肆無忌憚咁勒索老豆，背後全靠 Connie 出謀劃策。李永漢講唔喐 ，Connie 出面，兩個都唔喐，就揾思明做扶手棍。佢哋利用思明病重，將佢當成向鼎爺要錢嘅籌碼。每一次鼎爺唔願意俾錢， Connie 就會去揾思明，等思明親自打電話俾鼎爺開口。鼎爺對前妻有求必應，只要思明開口，佢就冇可能拒絕。於是錢就咁一筆一筆咁流入咗大仔嘅袋。李永漢身上有一種丁蟹式邏輯，我冇返工係因為唔屑。你供養我係因為你欠我，你唔俾就係逼死我。一個45歲嘅壯年男人，冇樓冇車冇存款，養住老婆同3個仔女。鼎爺勸佢搵工，佢竟然對住電話大嗌：我45歲啊，出街做 sales 都唔請。
但傳媒隨後起底，佢當年參加區選嗰陣聲稱喺大學修讀政治，後來又以私事為由退選，而家睇返，或者就係學歷過唔到關。有記者追查佢嘅學歷背景，發現佢所聲稱嘅大學課程根本查無此人，當年嘅退選理由亦都含糊不清。呢個意味住佢多年嚟聲稱自己有學歷但唔屑做低級工作嘅講法，好可能由一開始就係假嘅。呢7-8年嚟，鼎爺每個月至少俾大仔一家5萬港紙以上，仲替佢還卡數。Kanye 唔單止妒忌細新抱 Agnes 得寵，更因為 Agnes 睇數睇得太細，斷咗財路而恨之入骨。呢場新抱之間嘅戰爭背後，全部都係 Kanye 對財政控制權嘅極度執念。Agnes 係李榮豪嘅老婆，佢比 Kanye 更早入李家門，而且性格直率，對賬目清楚。Kanye 多次試圖掌握屋企財政大權，都被 Agnes 阻住。兩個人之間嘅矛盾早已公開化。Kanye 認為只要將 Agnes 排擠出去，鼎爺嘅錢就會全部流經佢嘅手。呢場家醜最令人髮指嘅係李永漢利用法律手段喺思明晚年實施咗近乎殘酷嘅信息封鎖。鼎爺、永豪同思明胞妹竟然喺長達1年幾時間入面被剝奪探視權。永豪跑遍全港醫院，甚至報警求助，卻因為嗰張護令，連阿媽住邊間病房都無權知道。呢張護令係李永漢喺思明仲有意識嘅時候申請嘅，當時思明已經病重，但喺法律程序上仍然具備行為能力。李永漢以保護阿媽唔受騷擾為由申請咗禁制令。實際效果就係將所有可能阻止佢獨佔阿媽財產嘅人全部擋喺門外。李永漢一直聲稱思明唔中意 Agnes， 唔俾佢出席婚禮。但鼎爺拆穿真相，思明本來想去，被李永漢威脅：你去我就打死你。利用癱瘓喺床上無法講嘢嘅老阿媽做擋箭牌，簡直令人髮指。鼎爺話佢親耳聽到李永漢喺思明病床前講過呢句說話，當時思明眼淚直流，但無法做出任何反應。一個已經無法講嘢、無法喐嘅病人，被自己嘅仔拿嚟做擋箭牌，呢件事嘅惡劣程度已經超出咗一般家庭糾紛嘅範疇。鼎爺呢世目前係無往不利嘅鐵漢，屋企入面卻係被親情勒索咗一世嘅可憐人。佢一生最愛思明，為咗前妻過得好，忍受咗大仔長達數年嘅榨取。而家佢選擇公開錄音，撕破臉皮，只不過想讓晚年冇咁淒涼。佢喺最近嘅訪問入面話，佢已經81歲啦，身體一年唔如一年，佢唔想喺最後嘅日子仲要被人算計。佢公開呢啲事唔係為咗報復，而係因為佢真係冇其他辦法啦。佢而家冇健康身體，冇穩定收入，大仔一家依然虎視眈眈盯住佢200萬養老金。如果呢個時候再唔企出嚟，將來躺喺病床上就真係對嗰家吸血鬼無計可施啦。鼎爺目前嘅經濟來源主要靠以前嘅積蓄同少量嘅演藝收入，但呢啲錢對於一個需要長期照顧嘅81歲老人家嚟講遠遠唔夠。而李永漢同 Kanye 好清楚呢一點，佢哋而家仲未動手，只不過喺度等鼎爺嘅錢使晒，到時候就可以名正言順咁接管佢嘅一切。當親情變成提款密碼，呢段緣就已經走到盡頭。李家呢本難念嘅經，或者先至剛剛翻開最沉重嘅一頁。目前呢件事仲喺度持續發酵。李永漢同 Kanye 到依家都冇對完整錄音呢件事作出正面回應，而鼎爺亦已經委託律師準備採取法律行動。呢場家庭風波涉及嘅唔單止係金錢問題，仲包括非法取得通訊記錄、惡意剪輯音頻、詐騙以及利用護令剝奪家人探視權等多項法律問題。後續發展值得持續關注。